来自这个国家新住民准备了各自故乡的特色美食，甲现场的民众分享。有越南的凉糕、法国面包、马来西亚沙嗲烘肉、娘惹糕等等，互参加活动的朋友唔免出国，一次就当享受到各国美食。主办单位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希望透过活动，除了会当互新住民姊妹联络感情，也希望透过美食各在艺展。互更多国人大众认识了解新住民的故乡文化。我们举办这个美食展，是希望让新住民有一个聚会的活动场所，也希望从此以后能够发扬光大。越南的美食，还有泰国美食、印尼美食、柬埔寨美食，还有台湾的水果。看今天我们大家来要签名，我们有3个点绿色的。我们是玩美食了，我们想很清楚，好了再投票，看哪个投票最多的才可以领奖金。还有我们的那个盐业坊董事长阮氏秀霞，就是在北部下来赞助我们的陪睡，缅甸的陪睡有5样，就是很高贵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摸彩。今天我也很开心，很感谢我们的立法委员林正宪跟议员蔡立信，赞助我们这场活动。活动即天，台南市新月音乐艺文协会、台南市体育总会、安南区长魏文贵以及社会局机要秘书林建南等贵宾，也拢到场收听，甲民众同乐。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那我们也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社会。那我相信台湾这个土地孕育出很多的我们这个好朋友。那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各位新住民的好朋友能够在台湾这个地方能够来去重新建立自己新的家庭。那为台湾这块土地我们来融入，那也能够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属于台湾特有的一个文化。透过服装首秀、歌舞展演、异国美食等形式，进一步加深文化交融，也让新住民朋友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